叫杨庆伟，大家都叫我杨奶。那我是来自平镇的客家人。那我一直以来就是拥抱着很大的梦想，就是想要站在世界舞台上，然后得名这样。那也很开心，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也拿到了这个世界第3名。所以我一样不断的一直持续去做我的舞蹈的事情，然后希望又可以有很大的梦想，希望可以完成我更好的记录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想要来带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过去在舞蹈学到很多东西。那我想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我过去舞蹈以来，然后舞蹈送给我的一些礼物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看我的这个造型就知道我喜欢标新立异，就是家人常常讲标新立异，所以觉得说，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，我就觉得哇太酷了，太炫了。所以当时那个年代，大概10多年前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10多年前2手裤有没有？裤子一定要穿到这边，然后屁股这样走路都要这样。对，因为屁股裤子会掉下来，然后很脏，那个叫养裤子，所以你要把那个裤子就折线，然后把它养得这样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他说不能洗哦，一洗就完蛋了，2手裤没有价值了，就没有感觉了这样。所以以前那时候就是穿2手裤，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接触到这2手服饰，然后刚好那个2手服饰的店员的姐姐，就是他们的男朋友是跳舞的，然后我2手服饰就看杂志嘛，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一个黑人头，然后那个分解动作，哇，好帅哦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开始跳舞。那在跳舞的时候，妈妈又来了。你再不认真，那你以后开始讲说你工作未来要出社会啊，叭叭开始开始念。所以那时候我内心呢，我在15岁的时候，我内心我就想说，我要跳到全国第1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我的梦想就是说我要跳到世界得名。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下了这个种子，我觉得好，那我就好好给他拼一下。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让我唤起了我的一些梦想，就像这张照片一样。就想象哇，自己站在这个世界舞台上，这种感觉哇，如此的美好，太棒了！这样，那我跳的就是 hip hop， 就大家都有听过街舞这样。对，那 hip hop 其实它有这个舞风叫 old school 跟 new school。那什么是 old school 呢？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什么 locking、popping， 然后还有 breaking。那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我大概简单示范一下。虽然我的强项是 breaking， 好，但是我还是简单示范一下什么叫 locking。那 locking 呢，就是它 lock 就是锁舞这样，大概会有常常大家看到的动作会这样，咻啪咻啪，然后还会有一个 point 指，咻咻咻，好 OK， 不是很标准啦，好 OK， 但是就是这个是大概是 locking 的动作是这样。那还有什么叫 popping？popping 大家就常常听到叫什么机械舞 pop， 对不对？就不对？像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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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叫 popping， 好，这个机械舞的部分这样。那我的专长是什么呢？就是 breaking。那 breaking 是什么？就是大家就是常听到一些地板动作。好，我大概简单示范一下。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啪咚咚哒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啪。好 ，OK，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它有一个这个3个舞风这样，所以让大家知道，虽然舞蹈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刚开始在跳舞的阶段，这个就是第1张照片，就是我第1次比赛得名。那当时我们以前练舞的环境是其实更没有这么好的，以前没有舞蹈教室，在庙，大家能够想象吗？庙底下人行道那边，然后有人穿梭，也要骑摩托车啊，要开车经过，我们就是在那个底下，然后练舞，然后练一练，可能还会有人那边摔酒瓶，因为很多醉汉，好在旁边还跟我们聊天这样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。算是用险恶的环境下长大，大概是这样。OK， 好，很顺利的啊。那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拿了第1名，那也是陆陆续续也拿了一些奖项这样。那开始就有人来邀请我们的一些你们是不是还可以来教点课啊？然后有人帮我们开舞蹈教室，帮我们教课这样。那我们也觉得很棒，哇，怎么是才跳个几年，4年，然后3、4年，然后就有人来邀请你当老师，哇塞！我想说，怎么瞬间变老师了这样？我觉得很酷。然后就开始了舞蹈教室之路。那时候因为刚刚开始，别人可能教我们，然后经营可能不是这么好，那最后他收掉。但是我们觉得你自己有带一批学生的，就觉得会很可惜。他们就是慢慢有变厉害，就觉得很棒，想带他们，所以我们就跟团员，我们5个团员就一起就合开了这间舞蹈教室。大家看到下面日期写2005年，大概就是这样，10年前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，也就是我当时20岁的时候。
各位年轻人们，你20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？所以你看我自己很难想象，我20岁的时候就自己开舞蹈教室，开了自己成立一间公司。我那时候觉得哇，我太厉害了。这边就是我们的教室这样。在你在学习过程中啊，所以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找谁学，然后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快速的变强。所以这时候刚好台湾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有国外老师来到台湾。那我们想说，那我一定要赶快来跟他学习。我觉得印象很深刻，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，我现在教你，你做，但是如果你跳错，你继续做，你不要停。可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跳错啊，停下来再想一下，跳起来。他说你不行，你要习惯一直在跳，一直跳。但你跳错中学习，所以当你跳错的时候，你会自己要知道怎么样把它调整回来。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。我发现这样的练习模式会让我一直遇到挫折马上学习，遇到挫折马上学习，而不是遇到挫折会停在那边看。那这中间的过程中啊，其实我上了30几个国外老师的课程，都是世界第一。或是说他很特别、很有味道，或是他的专长是什么？其实一开始的我是在学动作，但后来你会发现，你要学的都是他的，就是大家常常讲他的 know how， 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他怎么去看待这个舞蹈？他怎么样用他的想法去呈现他的舞蹈风格出来？所以那时候其实在学的东西都是这些。好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世界第3的这个舞蹈的一个照片。当时在那个年代，2008年，20几个国家，要前4名才可以上到这个正中央舞台上，才可以跟大家 battle。从来没有台湾人上过那个舞台，就当时就是创了一个这个创纪。2008年我们就得了第3名，哇，整个就太兴奋，然后上了那个舞台，然后实际上跟人家切磋 battle，那时候觉得太嗨了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内心的想法就是让世界看见台湾，真的是很希望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台湾这个宝岛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团呢。我们的团就取名叫 Formosa， 对不对？美丽的宝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。所以这是我们赛后，然后大家的合照这样。OK， 好，最后啊，我想要说的就是，我想要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在舞蹈送给我的礼物，大概有这些东西。那第一个礼物就是梦想，就我很想要分享，就是大家千万要有一个自己的梦想，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，那个梦想你自己回去内心。放在自己心里面，可以思考，自己可以坐在家里坐着，好好去想你到底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觉得可以去想一想，然后怎么样去把它做到。我真的很敢想，然后我够想要这个梦想，或者我去达成。当然也很感谢我妈妈，就是让我有这个动力，有没有？我就是要做给你看，然后这样的动力，然后不服输的心。对，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去做到这个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行动，就是当你要想要达到的梦想，你一定要常常去练习嘛。当时我记得我去教课，我去那时候开了安静班，我必须7点到晚上的9点，然后我都必须要在这边忙。可是我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，可是我还是想要比赛得名，我还是想要第1名。我早上6点我就自己起来，开始去跑步，然后游泳，然后那个重训，然后自己写自己的练习计划表，然后每天成功几次啊，然后这边算，然后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练习的那个量，有没有把它数据化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，就是如果当你想要完成你的梦想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。那再来就是学习，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如果当你想要完成这个梦想，你千万不要问你朋友，你觉得这个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个好？因为他们可能曾经没有这样做过。就像你们如果跟我讲说，你们要当明星，我当然跟你讲不可能啊，因为我没有过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。可是明星人，你会问他，他就告诉你怎么走。那你跟我说跳舞，我3年我就有办法让你台湾冠军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相信，对，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帮你训练成那样的冠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重点真的是要学习，你要去找那个最顶尖的人去学习，那你才会有办法快速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程度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寻找。我觉得这有时候在人生的路上也是，你要自己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什么？每个人都会给你很多的意见，但是你自己要去寻找哪一个才是你最想要的，哪一个才是你最符合你自己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，就是你要寻找。当学了很多，学习就是收了很多资讯进来，叭进来之后，那你怎么样去把它整合？哪一个才是你要的东西？所以就要寻找。那寻找完，对不对？最后就是创造。寻找完我知道了，我的个性比较适合是这样子，那我觉得我去做这个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用你的个性跟这个工作，或是这个游戏，或是这个艺术，怎么去做一个最大的创造？当你寻找到你自己的方式的时候，你要去创造你的优势出来，把它做出来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回馈。像我自己现在啊，已经慢慢就是走入这个隐退的状态。我跳了15年，
我希望我自己的团员们，他们是有工作，那他们是有一些课可以教，所以我一样回馈给他们，所以我让我自己的课程，然后都回馈给他们，让他们怎么去教他们怎么教课。怎么样把一些资源丢给他们？怎么样让他们去知道说怎么去找一些资源？所以我觉得这是回馈很重要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有心中就是有一个计划，10年计划，自己内心有一个10年计划，就是我要成立的舞蹈基金会。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以来15年来，我30岁15年来，过了半辈子都在跳舞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我在舞蹈中这样所有学到的这些东西，然后相对的也是因为舞蹈，所以我想要回馈给舞蹈。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在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一个照片，然后大家看过去，有没有？我说的哇，我现在是世界冠军的那种感觉去讲，所以都是很家庭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一起来看，然后用小朋友圈，每个都很小，然后这样跳舞，很可爱，这样哇一圈这样，哇10几20个，所以就是这种家庭和乐的感觉。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怎么那么棒？为什么可以到这么大的场地？然后为什么全部人都会来看？对，那在台湾的环境就是只有跳舞的人在看跳舞的比赛，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可惜，就没有推动出去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自己有能力一定要回馈给这个环境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你自己内心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或是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你自己可以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去做你同样的事情，把它去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呢？告诉你自己，内心一定要告诉自己，你就是世界第一，你就是世界第一。因为我曾经也是告诉我自己，我就是世界第一。即使我今天没有达到我舞台上，完成世界第一的梦想，但是我内心还是认为我是世界第一，因为我是客家人，然后站到舞台上，我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我在我家那个家乡，然后长大。然后长了这个样子，然后叫了这个名字，然后的人站在世界舞台上，那我觉得我是世界第一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有那样的一个想法，就是一定要告诉你自己，你就是世界第一，然后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也祝福大家，就是找到你心中的世界第一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